灣區揾筍樓 ，Rocky 幫你手。今日咧 ，Rocky 就嚟到我哋中山最宜居嘅板塊神灣片區啦。咁我相信咧，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別墅嘅夢想，有朝一日自己退休之後，可以帶埋自己屋企人咧養翻隻狗仔，揾一個背山面光嘅地方吓。咁呢個咧法式嘅別墅就係我哋今次同大家介紹嘅一個超過2500尺，上下有3層，兼且有前後露台。講緊 total 總數咧170萬起步就可以立啲啦，30萬嘅一個首期款就可以擁有一間法式嘅別墅。而家跟我 Rocky 嘅鏡頭帶大家入到入邊望一望啦。咁而家 Rocky 咧就嚟到我哋252方嘅示範單位啦，但係裝修嘅別墅咧，我相信大家都好少見到嘅。咁今次發展商咧係做好多設計，以及我哋暗裝嘅部分啦，分別有我哋1樓嘅客餐廳，以及一個客房嘅設計，加埋我哋嘅廚房。負1樓咧係一個 KTV 房嘅設計啦。咁2樓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嘅一個套間，以及我哋一個兒童房嘅一個設計，所以都非常之好用嘅。咁大家跟我鏡頭咧可以欣賞下。咁而家 Rocky 企住嘅位置咧，就係我哋一個神灣嘅中山市場啦。屋企門口咧就有我哋一個1+1超市。咁出到屋企對面咧就係呢個街市啦。大家呢個鐘數咧差唔多7點半時間，仲有咁多人潮湧湧嘅豬肉檔啦，以及我哋新鮮嘅蔬果店啦。包括我哋後邊咧仲有一條大型嘅步行街嘅，有宵夜檔啦、小食店嘅。咁配置都係非常之齊全，生活嘅指數都係低廉啲嘅。咁講緊車程翻到我哋港珠澳橋咧，行翻港珠西線高速5分鐘咧就可以上高速噶啦，30分鐘通達我哋港珠澳大橋，20分鐘咧就可以到達我哋珠海三武會員店。屋苑樓下咧又有我哋自己飲茶嘅茶樓啦、亦超市啦，包括我哋一個公交巴士配置。咁如果中意呢個別墅呢個屋苑嘅，可以聯絡我 Rocky，親帶大家上嚟睇樓。